这个啦，会读呢，会读文章呢，还可以搜寻到莎士比亚全集。有没有看到嘴巴啦？然后有声音呢，声音的那个标志啊，然后有一个播放键呢，来看看怎么文内搜索、复制、分享、加入书签。网络就是网络搜索，谷歌呢，Google 还有网络就是网络词典，你要坚持，可能查英语的哦，还可以呢，翻译哦，还可以讲话呢，讲话接收嘛，你看那个图啊，英文 A，汉文字文，还可以加哦，还可以加这么多呢。T2S 是文字转语音呢，Text to Speech 文字转语音呢，还会念外国文字诶，有念过了，日文有念过，韩文有念过了。华文啊，华文、韩文都有念过了，很厉害的，还念声音。等一下才会出来。T 加 P margin。林早安吉祥和仙姑大仙慈训天使紧急时刻的克己复礼。若无法修持自己，任何境界都无法达到。因此，所谓的空者即是以智慧来领悟。于自信中，不起任何境界之执着。若执着一起，即难断事情的根层。但此功夫还得要你自己持之以恒。何辜今日匆忙领天旨来到佛堂的目的，为的是要转达天使紧急。部分读音有错误，请见谅。